有一款保健食品的廣告講會當治療什麼，事實上這攏已經違法咯。食藥署也當咧規劃講，佇個保健食品和一般食品之間增加一個功能性食品的類別，就是講咧會當幫助你的目睭、幫助你的身體這款的講法。目前當咧和業界也個消費團體溝通。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百款，有的講顧目睭，有的講食了較好困，廣告療效敢有合法？為了要阻止這種現象，衛生部食藥署規劃佇即賣小兒童保健食品甲一般食品之間，佫增加一類功能性食品。署長就要甲食藥署登錄，而且提交相關的科學證據，才讓廣告功效。客人他就是進來，就是他指定某個商品，那因為他是看廣告來的。那當然有人只是說，我什麼樣的狀況，那就來諮詢藥師。其實這個狀況都有。那當然，我們都還是希望所有的民眾都是到藥局來，把你的狀況跟我們藥師說。食藥署一開始先鎖定17項定定看到的功能性原料或者是成分，而且只敢會當用正面標示的講法，譬如講藥黃素產品，用嘅表示會當幫助維持目睭健康，是視網膜黃斑部的重要營養素之一。益生菌、乳酸菌的產品，用嘅表示幫助排便較順，高原兩倍會當講幫助皮膚保濕，維持皮膚健康。未來食品如欲宣稱特定功能性，應依規定辦理食品登錄。並需明確揭露功能性成分或原料、成分含量、功能詞句，不會說誇大其詞，或者說浮誇了這樣子，所以應該是好。醫藥方面的那就比較對我們有保障嘛，對不對啊？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那個適當的規範。食藥署講，食品甲藥品的管理應該明確區分，食品不應涉及到不實、誇大或者是容易產生誤解的廣告。最近會繼續收集各界意見，並且甲產業界、消費者團體溝通，希望讓新制度趕緊實施。記者綜合報道。